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清瑤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5月1日啦。今日係星期五，係農曆嘅3月15日。咁今日呢，亦都係財神誕嚟嘅喎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嚟到15再加埋誕期，係一個幫自己增運嘅好日子嚟嘅。咁我哋呢，去食下齋啦，入廟拜下神啦。咁啊，記得今日唔好殺生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，譬如去放下生啊，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咁你就功德無量，福慧雙收啦。嗱，記得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啊。嗱，睇下今日咩日子先。原來叫做乙亥嘅木豬日，就生於1935年同埋1995年嘅人呢，就叫乙亥木豬啦。咁今日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豬呢就會同蛇相沖，就沖一隻呢叫己巳嘅土蛇，就生於1929年同埋1989年嘅人呢，就叫己巳土蛇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辛巳嘅金蛇，就生於1941年同埋2001年嘅人呢，就叫辛巳金蛇啦。咁今日金蛇同土蛇呢，就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豬同蛇相沖呢，通常呢應喺咩方面呢？就係好容易唔開心啦，就人事上好多鬥爭啊，口舌是非又多啊。咁啊，身體方面特別要注意啊，眼睛啊、心臟啊、泌尿系統啊，記得今日要小心頭部同埋面部係好容易受傷嘅。嗱，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屬豬嘅朋友同埋屬蛇嘅朋友呢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布施，將自己運程提高佢，希望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30位呢就喺西面喎，咁西面啊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咁尤其是屬雞嘅人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西面呢係雞嘅生肖嚟嘅。嗱，今日特別要小心一個時辰呢，就係早上嘅9點到11點個辛巳時啦。嗱，大家如果想催財呢，今日不妨喺東北面催啊，因為今日嘅財位就係東北方嚟嘅。嗱，睇下今日咩幸運嘅生肖啊，原來屬鼠、屬猴、屬牛、屬虎、屬兔、屬羊、屬狗都話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